今日今天访问的是民进党提名嘅屏东县长常宪彦潘文安参选人您好。你好，我係潘文安，嗰個客家鄉親，大家平安。我係茶上的潘文安。委员，其实您在屏东已经耕耘很久了，可能快20年了。那您对屏东一定是非常了解。屏东的客家乡亲其实还不少，大概2成3。您对在地客家的了解是什么？大概一般客家给人的印象都是比较所谓的勤耕雨读，客家的客家人昂扬的精神哈。其实客家有很多深层的文化，在屏东六堆而言，在传统的六堆客家里面，大概在屏东有占据8个乡镇，但是还有非常多散居的，比如说在屏东市的河婆，早期从广东移民过来的河婆客家，这个他们有非常多特殊的。跟我们六堆是不一样的，甚至在口音上也不大一样。那另外有一部分是已经比较散居在各个乡镇的，像万丹有少部分，或是我的家乡，我插上来非安多的客人呢，但没有一个会讲客家话，就是我插上的同补保利，包括甚至满洲的里德、满洲乡，都是这样一个移民下去呢。但是比较遗憾的是。恒春半岛的客家朋友经过移民之后，没有一个会讲客家话，反而来花罗汉好来教他们讲客家话，帮他们组了客家的一个协会来进行母语的教学，甚至把一些原来在客家旧三山国王庙等的这个旧习俗，迎新丁这个等等这些民俗呢。在得以一直持续在延续，这是我们目前在屏东所了解。那在客家最大的印象是，每一个人都很温文儒雅，非常有礼貌，而且呢，都有经过非常多的这个教育，尤其我们客家人特别重视教育。那所以在客家的聚落又可以看到一个更大的特色，每一条大街小巷都非常干净，就好像在日本的乡下一样，是非常干净，让人家感到非常恬静的一个乡间生活。除了六堆之外的客家，其实你也有一些的了解哦。那六堆其实现在慢慢受到注意，也比较我们说有名有知名度。有些人会说，屏东的客家就是六堆。那现在也有中央级的一个六堆客家文化园区。那一些乡镇像竹田也有客家文化会馆。那未来如果您当选县长，您觉得以这些基地出发吗？那要怎么去传承跟推广我们的客家文化？其实我们非常乐见六堆客家文化园区在屏东的诞生哈，但是坦白讲，现在比较遗憾的是，六堆客家文化园区在早期我们的规划或是想法里面，它不单只是一朵红花，更需要旁边的带动旁边的整个六堆的客家乡镇，把游客导览进来，对于六堆的文化。甚至把它导引到，比如说万峦的4锅水、5锅水那些传统聚落，亦或是到内埔、到林落、到竹田到长治，甚至远到最北边的高树，基本上它是应该像一个放射性的一样，它是一个心脏。但是呢，比较遗憾的是，它一直只有这样一个独树一格的，就是六堆客家文化局就管理六堆客家园区，那地方政府的。这有关于我们客家的文化活动或是文化庆典，大概也大家比较聚焦在韩语词的这种祭典，或是或是有一些在客家传统的礼俗。但事实上，屏东的客家有非常多，比如说我们在5锅水的宫炮城或是屏东在六堆早期这种宫炮城文化，或是有非常多的文化庆典或是文化产业。其实六堆客家文化园区它是应该可以扮演更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六堆非常多的相关的产业，包括一些非常多的手工艺品，可以透过这样的平台呢，向全台湾、全世界来行销。不过因为六堆园区它是国家级，那其实就是中央所管。那未来如果您当选县长，是有办法让它变成您刚刚所说的心脏，然后跟其他屏东在地连接吗？这得看中央政府的政策。当然，未来的屏东县政府当然要极力来争取
来跟六堆客家文化园区做紧密的结合。那如果六堆客家文化园区可以交由地方政府来管理，那当然我们更是期待说这个园区由屏东县政府直接来管理。在地有能力可以管理吗？对，在地的来管理的话，我们认为我们会比较了解地方，比较活络。但我们不是说客委会完全不了解地方，只是因为他站在园区的角度去经营，这个我们尊重。但是在屏东县政府未来的，我们站在地方的角度呢，是思考的是完全不一样，不是这个园区的存活而已，是这个园区所散发出来的热量，能把它导引到这个内埔、万峦、新皮，甚至往左边的这个竹田。甚至北边的林肉，甚至到最北边的长治，甚至高速等等这些乡镇，我们希望它是一个串联性的。那这个呢，当然中央的客委会它未必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它的权责是在管理这个园区。那屏东县政府在这个园区之外的一个管理单位，希望它是像一个放射线一样的光芒，把这个光芒带到任何一个我们客家的乡间阡陌。甚至带到我们传统的部落，比如说万峦有五锅水、四锅水，我们在新皮有非常好的这些宗祠的，或是到嘉东萧家古厝、杨家古厝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多的有些传统包括到我们林肉是全屏东县100%全客家，那其他都是客闽这样的一个混合。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认为它真的是应该扮演一个。我们愿意来跟中央来请益，希望这地方政府可以中央合作，最重要是发扬我们客家的传统文化跟发扬我们客家的一个传统精神，我想那才是我们所期待的。刚刚您提到，其实已经稍微提到语言，就是您提到林落几乎还是有90%以上是客家的乡亲，可是随着移民的增加，然后您刚刚也提到，就是客民的融合，或者客家跟原住民的融合，其实客语其实就算在客家庄，也有遇到开始慢慢要断层的问题了。那在客家语言的传承上，您觉得县政府有可能帮助客家乡亲来做这件事情？这个可以分几个部分来讲哈。对于非传统客家聚落，已经不会讲客家话的乡亲呢，我们大概我自己从恒春半岛的经验，我们创立了这个客家协会，从传统民俗文化、语言，包括母语的教导这个一部分来。那我们传统在6堆的乡镇里面呢，我们目前未来我们也会扎根在全客语的教学，有一个礼拜，一堂课里面是全客语的教学，从国小，我们希望能未来扩展到其他国小的学校到国中，因为母语在屏东呢是一个多族群的文化，而且是相当多元的，除了客家，除了河洛闽南以外，还有我们新住民，还有我们原住民，所以我们都鼓励在不同的族群，这种不同族群里面的每一个礼拜，未来在屏东县政我们主导的母语教学，这个应该一以贯之。另外最重要，我们未来会跟公司合作，或是由屏东县政府搭过的平台，来跟非营利组织来合作，来创办帮忙屏东的年轻人，为了留住年轻人，帮忙屏东年轻人减轻负担。我们未来会做非常多的托幼政策，而这个托幼在学龄前5岁以下、2岁以上，就是用全母语来教学，这就用全母语来跟这类小朋友，在包括原住民部落，包括在平地，包括在任何地方，我们希望在这种托幼政策里面，就从幼儿就开始的母语的一个教导。那这个我认为呢，这是我们未来要主推的一个政策。您是说，从学龄前到国小，至少可以做到？对。您刚刚也稍微提到，年轻人，我们其实也看到最近您，像有 Q 版的人物，很多文宣其实主打年轻化，希望可以提升屏东县，因为我们很常讲到，就是屏东县真的外流人口非常的多。那在您的政见，您最主要的是不是就是想要把年轻人找回来？那您最主要要怎么做？我个人对于年轻政策，因为我们也都曾经年轻过，我们也曾经富极北上，我们也曾经在他乡外里闯荡，
甚至在其他的国家这样奔波。那我们大家终归呢，都总是要回到自己的地方。那当然，在自己的地方，尤其屏东这种传统农业县，快速被边缘化，那是必然的一个趋势。但是我们身为执政者，要如何防止这个被边缘化的一个趋势呢？把它减缓，甚至呢吸引年轻人回乡呢？我们有大概几个基本的策略。我会成立一个青年学院，让年轻人呢透过不管他将来的从事任何的行业，不管是务农，或是养鱼，或是他去做网络行销，或是他去做包装设计。等等各行各业，我们在这个青年学院的平台里面，给他一个专业的训练。训练之后，我们会另外再成立一个单一窗口，想创业的，希望有澳元的，我们会成立这个微型创业基金，甚至办理微型创业贷款。这个部分呢，我们将来在这个推动上已经在积极在推动。那未来我们希望能这样让年轻人呢有第一桶金。让年轻人在这个部分呢，可以有自己自谋其力的能力。那除了这样以外，我们将来也要举行这种跨业界的一种合作，甚至呢，我们在屏东未来我们要引进的长照产业里面，我们当然鼓励年轻人会来，从年轻开始投入这个长照产业，比如说训练的相关的人员，或者他自己愿意投入这个长照产业，这些都是我们或是文创产业。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在非常多的青年政策里面要主推的。在您擘画的屏东县的蓝图里面，是不是因为农业县要发展真的是很困难？就是可能现在的潮流并不是要硬往工业发展了，而且你又要留住农业，那又要让年轻人回来，所以您擘画蓝图里面是不是其实它的产业的发展并不是就是工业的想象？因为您刚刚其实没有提到工业，但是工业是我们想到最快可以增加就业人口。好，以屏东目前的状况，我们坦白讲，我们没有办法像竹科、南科、中科，因为厂商来了一个聚落型的一个群聚性。屏东因为民国60几年长期被划定为农业县，也因为被定了这个农业县，像孙悟空的金箍咒一样，哭了。整个把屏东的一个发展给掐死了，那当然有好有坏，所以你看工商业到高屏溪止步，那好的就是说开发比较慢，那坏的就是说因为这样长期的一个南北失衡，让我们农村人口容易外流，那这必然就是你要去创造这样的一个契机呢。未来我除了极力跟高雄、台南来共同建构一个南高屏生活共同圈。我们希望透过区域治理，共同分享、共同竞争，然后也共同合作，包括原台南县、原高雄县跟屏东县的地理位置、物产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我们可以共同行销来压低成本，创造国际竞争力。我们可以从工商的招商，我们可以从这个物产的行销，或是从观光国际行销，基本上这些都是我们未来要主推。防止被边缘化的一个诱因，第二个呢，当然工商业也免不了，只是工商业我们没有，我们当然大型的工商业进驻，我们当然乐观其成，但如果大型的工商业没办法进驻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辅以的是创立微型的中小食品加工业，因为屏东是一个食品非常这个食品加工非常丰盛的，而且屏东有非常丰富的农渔水产等等，这些产品呢，基本上我们除了让年轻人来从事务农，未来我在农业的部分上一个加值加工，另外呢也鼓励年轻人有创意的年轻人，他们可以透过非常多的行销管道，透过非常多的网络平台去创造无限的可能，这些都是我们在未来的诱因，所以我们也未来除了在这样的一个积极作为以外，也要调节，让年轻人这种各行各业，他可能他的兴趣不一的，所以我们未来还有一个文创产业园区，让整个年轻人呢，让他们自己喜欢从事动画的，喜欢从事这个文创产品的，或是喜欢从事网络的，或是喜欢设计的等等，他们个人的。我们目前呢，在前几天呢举行了这个记者会，把我们在屏东
过去像倦鸟归巢的非常多的6年级、7年级生，陆续回到屏东，自己打拼，创造了一片天地。这一点呢，我们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屏东发展近代史的历史缩影，每一个人都是一本小说，都是一本好故事。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愿意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这个屏东优秀子弟年轻人的一个返乡之后的一个成果。我们提到您这次的选情哦，其实屏东的蓝绿的版图，这10几年来还蛮稳定的。那不过之前的搜水油事件对屏东县政府有一些的打击，那加上您的对手主攻的可能也是说，民进党执政了17年，那想要翻转。那虽然您的选情其实民调一直都是很超前的，那您这次是怎么看？我个人认为要怎么翻转，或是怎么任何的选举政治口号，基本上那些都只是一个一时的选举的图腾。我相信屏东县民有他的智慧，他会相信你长期在这边，尤其屏东幅地辽阔，33个乡镇市，464个村里，如果你没有走过一趟，如果你没有走过一遍，你没有上山下海，你没有一走再走，你真的听不懂基层的声音，而且你没有一走再走，你根本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问题的所在，人民的需求，地方建设的需要。我认为我们都已经，这是我在选举里面，我认为我最大的优势，因为我这个地方太熟了，我也经过屏东县民20年的检验，我随时在这边一直都在，跟陪着屏东的乡亲共同迎接非常多的喜悦，也陪着屏东的乡亲走过非常多的悲伤，那我们一直都是在的，所以呢，我认为我还是亦步亦趋。那至于我的竞争对手，他提任何的竞争口号，我都尊重，毕竟这是选举。那当然，他有好的政策，我们也将来也可以来讨论研究。但是呢，一些空头的、虚幻的一种海市蜃楼或是空中楼阁的政见呢，我认为屏东县民是有智慧可以分辨的，所以我没有什么荡气回肠、惊心动魄的口号。我只有很平实，是每一个屏东县民共同的梦，叫安居乐业，这是我一直对屏东想足够去尽力的一个地方。你好，访问的是国民党提名给屏东县长常宪颖跟泰龙参选人您好。你好，吴你好，各位观众好。我知道您是在新园东港这边长大，对不对？小时候是新园人。那新园东港这边可能客家乡亲没那么多，但其实整个屏东县大概有2%-3%的客家乡亲，快要20万人哦。那您最近这样勤跑基层，您对屏东客家的印象是什么？我因为回来选举，那事实上我跑遍了每一个县、每一个乡镇市，那里面有碰到一些隐形的客家人，那么当然印象最深刻的，那么就是客家乡的一些客家。其实我接触客家也不是今天才开始，因为我在屏东长大嘛，在屏东出生，屏东长大，我的同学也有很多都是客家的朋友、客家的同学。所以我到各乡镇去拜会的时候，我这一次真正比较了解一些客家的文化。比如说我个人到客家乡去拜访的时候，第一个就语言的问题。那我现在多少可以听一些客家，别人在演讲的时候我听得出来，可是我讲的话，不容易，有几句可以讲的，比如说汤一洗洗啊，对不对？比如说，俺迄gen台龙，本印，他较好，大概讲一些比较简单的我可以听。第一个我感觉就是语言呢，那客家的语言多少跟国语、
跟台语都有点接近，所以听起来并不难。第二个，我感觉到客家的美食了。到客家庄，第一个肚子饿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说，我赶快吃个板条。其实每一个人的食性不一样，我最喜欢吃的就客家的板条，然后姜丝大肠，然后更爱吃的当然万峦的猪脚。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到的时候肚子饿想要吃的东西。所以第三个大概就客家的建筑。客家的建筑像那火房三合院的火房，跟一般我们的闽南的建筑是不太一样的。您一开始其实就有提到客语这件事。那其实以我小时候在屏东长大的经验，客语其实是真的很生活的。但现在可能随着像移民也多了，然后生活形态不同了，客语可能它的传承，就算在譬如说林落那么纯的客家庄，其实也会渐渐遇到问题。那在客家语言的传承跟发扬，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在屏东县可以怎么做？我认为屏东是一个多元文化很丰富的一个地方，有客家，有闽南，有大陆来台的外省籍的，还有原住民，所以它是包含了各个族群。那各个族群的语言应该要去推广。现在有一些隐形的住在，像我去拜访车城乡的保利村，那个保利那个地方的人，整个村都是客家人哦，但是他们不会讲客家话。他们有一个很小的文物馆，他们希望我当了县长以后能够把他们建立馆给他们，我说我同意。可是我跟他们告诉他们，你们要学习客家的语言，你只管保留客家的文物，只告诉说你们曾经是客家人。可是如果能够把你们的每一个小孩子，在这个馆里面，在这个村里面，有人在教客家的语言，然后把语言能够留存下来，那这才像一个比较像样的客家。屏东市里面一样有很多的客家人，这些都是隐形的。但是呢，如果你办客家文物活动，他会跑出来，这表示很多的客家人，他虽然不会讲客家的语言，但是他迁徙到都市里面来，他还是怀念，他还是拥有那种原来客家文化的那种根源、那种基因啊，应该这样讲。所以我觉得，不管任何一个种族，语言的保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方面要政府来推动，比如说政府在学校里面加强母语的教育以外，那民间你要协助民间，补助民间办理一些的活动，协助民间成立一些客语协会，专门以推动客家语言为主的，或者是客家文化为主的这些的团体。刚刚你有提到屏东县长从苏家全的时候曾经提过，曾经在县政府里面设了一个客家事务委员会，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要有一个专责机构来推动。但是这几年来，对于客家事务的推动，大家有一个反应，就是第一个就是预算编列的太少。今天占有1/4人口的客家，你要推动客家文化，推动客家的事务，你的预算应该扩充，编列更多的预算来执行。您的想法是大概要多少？这个预算要看需求，你必须先有业务，你才有预算。当你当县长的时候，多少业务，你就要编列多少的预算，这第一个。第二个就要多启用客家人才。既然屏东县有1/4的客家人，那你屏东县的客家人、客家的公务人员、重要职位的人，跟实际的不成比例，这是一般大家的反应。第三个更重要的，用人为才。你今天要重用客家人，就要不分族群、不分党派。你这样的话，所有客家优秀的人才
才能为县政府所用，才能来真正推动客家的文化，才能推动客家的语言，才能推动客家六堆固有的这些文化，让客家文化在屏东能够发扬光大。我们讲到这次屏东县的选情哦，其实因为大部分媒体版面可能都被北部抢走了，所以其实屏东县很冷。对，就是选情让很多可能其他县市的乡亲是不太感觉得到的。那在屏东县，其实您主打的就是像您的那个腰带一样是行政高手。那您可不可以跟乡亲报告说，您最主要的政见会是什么？你希望屏东县你发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想要怎么解决？我觉得选举最主要就是两个最重要的，我们讲的选贤与能嘛。第一个就是你本身候选人，你的品德操守要能够经得起严格的考验，所以品德操守要好。屏东有1/4的客家人，客家人的个性我很了解，择善固执，嫉恶如仇，所以我们常常讲客家的叫做严讲哈，严讲就是其实他就是择善固执，就是嫉恶如仇。所以我的个性，我本身我的品德操守可以经得起最严格的检验。然后我跟客家的个性也有一点一样，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择善固执，论是非不问利害的人。我觉得是非对错对我来讲最重要。所以南部的客家一般讲说比较偏绿，北部的客家比较偏蓝。可是我回到屏东来选举之后，我觉得很多的客家都站出来挺我、支持我。第二个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你要有执政的能力，你要对一个县政有规划的能力。这段时间，屏东人在民进党执政17年，民进党执政17年以来，选票很好拿，每一次只要差个力气，大概几乎都会当选。可是从我回来以后，我感受到这一次民心在变。为什么民心在变？因为民进党在这里17年的执政，绩效不好。比如说，青年的失业率全国第1名，人口的流失量全国第1名。我们现在全国各县市里面，我们的财政也是分在第5级的，最穷的几个县市其中的一个县市。远见杂志曾经做过屏东县跟全国竞争力的评比，屏东县是排名在全国倒数第2名，而且是2年连续第2名，也曾经拿过最后第1名。所以屏东人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充分的感受到屏东必须改变。所以我回来以后，我用翻转2个字，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屏东。尤其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情，让我们屏东县民感到非常的失望。大家到乡间、到民间去的时候，大家都会痛骂我们现在执政的这个县政府。比如说收水有的事件，造成全国人民的唾骂，造成屏东县民感到非常的羞耻，变成一个收水有的故乡。以前屏东被称为黑道的故乡，现在已成过去。现在又来一个收水有的故乡，是全国知名度最高，而且骂得最厉害的。我就再举一个例子，像小琉球，小琉球有一艘救护船，是县政府设置的。这艘救护船就是因为琉球乡它本身医疗设施不足，白天如果生病，你要看病，你可以坐交通船，可以坐观光船过来，但一到晚上，因为医疗设施不足，你要开盲肠，你发生车祸，你发生心肌梗塞，要送到台湾扁岛来急救的时候，所以设了一艘的救护船。可是就在搜索以后，事件前后，有一位妇人因为发生的车祸，从小琉球送到码头，要送到本岛来的时候，这个救护船竟然没有轮机长，
这一艘船不能开，结果让这一位妇人流血过多，白白丧失一条宝贵的生命。最近更发生了一件更恐怖的事情，就是万峦乡有一个叫做可因山庄，这个地方也是客家地区。可因山庄的农庄，这是一个都市计划内的违章建筑。违章建筑不打紧，还在里面做生意，每天有1部2部游览车进进出出，在卖可可、卖巧克力。事实上，里面没有种可可，也没有巧克力。这个人是谁经营的？万峦乡的乡长的哥哥经营的，跟万峦乡长有没有关系？大家心知肚明。但是更麻烦的，县长的儿子在里面工作，曹县长的儿子在里面担任要职，在里面担任重要的工作。你一个县长的儿子，毫不避嫌的在一个违章的公司里面上班，结果等到新闻发布，人家挖出来检举了以后，现在这一家暂停营业，还有呢，县长的儿子也暂时离开。更麻烦的是，原来县政府的网站竟然为这一家违法的公司帮他在网站上帮他广告，帮他宣传。所以像我就举这3件为例，就代表说这一个17年来的执政，这个县政这个螺丝已经松动，甚至螺丝坏掉，没有更换。所以这些事情，整个屏东县县民都已经非常的清楚。17年来，因为大家投票给民进党，对民进党的期待，但是对民进党这些期待，让民进党选票很好拿，也因为选票很好拿，民进党执政者不会珍惜这些选票，所以这几年来没有建设，建设越来越少，负债越来越多，没有建设，不懂得把整个县政管理好。刚刚发生那3件事情，都是因为整个县政的行政管理不好造成的。行政管理松动，行政管理怠夫职守，这个县政怎么会做好呢？所以屏东县民大家都已经充分了解，屏东县的县政非换党、非换人执政不可。这一次刚好我有中央，我被中国国民党征召回来。其实我要回来之前，我曾经推迟了6个月，当时几经思考，回到自己的故乡，为屏东的建设，为了选县长，我现在在这边奔波，在这边努力，没有其他的目的，我只有一个目标。身为一个屏东的子弟，一个从台北、从外乡回来，只有一个心，要来建设我们的故乡。看到屏东自己的故乡这么落后，看到屏东自己的故乡没有建设，看到屏东的财政这么恶化，身为一个屏东的子弟，我愿意回来故乡，为故乡奉献，为故乡做一点事情，把我人生最精彩的1里路留给我自己的故乡屏东，这是我唯一的希望。所以我请求屏东县所有的乡亲能够成全我这个愿望，大家为屏东未来的希望跟机会，大家来打拼，来努力，这是我的想法。所以到今天为止，我认为我会当选，而且我会有很大的信心。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谁有能力来为屏东执政，谁有这样的心来治理屏东，谁品德操守，谁的执政能力好，选民眼睛是雪亮的。我相信选民的眼睛。谢谢。所以您刚刚提到，您相信您会当选，所以这个民调的，不管媒体说民调，您的落差有多少，对您是没有。我们自己也在做民调，当然我们也会做民调。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民调低，可是对方的民调一直在掉，我们民调一直在提升。屏东是一个乡下地方，它不是一个都市地区。民调我当然一直做参考，
民调，现在你晚上打电话到各乡镇区的民调，都是留在家里的老人家比较多。我曾经做过民调，连我的对手，他的乡有时候我都会赢他，这个民调会准吗？有时候连原住民乡好像他也赢过我。那么这些我只是举比较极端的例子，民调是可以做参考，但是民调不是绝对的。我有信心，选票是一张一张求出来的。真正选战的最炙热的事情，就是最后这1-2个月的时间。我有信心，我会打赢这一场选战。